今集呢，同大家分享一件好抵買嘅 Polo Ralph Lauren 嘅衫，我哋現在一齊睇佢有幾抵買。呢度嘅細 logo，中碼呢條領，呢度一啲資料，呢件衫嘅資料，睇下，呢度係一個袖口，呢度係佢嘅原價，原價係118蚊嘅，而家佢賣呢就係29蚊買入，買返嚟29蚊嘅。呢啲衫呢，如果你去 Outlet 呢，一般都係減20%到。如果你去啲折扣店呢，咁就賣60蚊啦，都要60蚊。咁佢而家賣29蚊嘅話呢，亦即係話呢個價格118嘅一半再一半，所以講係好抵買嘅。好啦，今期嘅購物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內容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關注我。再見。